咱各位人，咱各位家长，咱同事同学，大家早安。目前人早安。先我们认识点，今日爱上也是 Q 班，本来因为这个班数是蒙阿赛，蒙阿赛中吼，我这个总会有办了咱师尊120周年的这个活动，所以呢，因为咱台南才有3部游览车去，日本台北，然后有正百要过，咱讲起来，伊咱2号都有差不多离迄个210几个要去，所以伫这种情况之下，咱无法度让日本仔开班，因此呢，伫咱2号圣诞，那日本仔的班次，拢从落吊前、落吊后，虽然今日就来了较头前啦吼。过来因为是较晚来，还是今日大家较无闲，所以呢，因为较少看人数那是无介几个吼，是咱的领任，咱的组长有咧叫无，是毋是讲人毋知影今日的班次，无联络，咱想着讲网络普及，恁看会到看，看袂到是恁兜的代志。是不是用这种小叫方式来联络得亲？所以值得啦吼，咱爱去领任组长什么点样说，阮爱去小心，爱去注意，因为咱知影班处咧调动的内底，足侪得亲，拢有定说也毋知影，所以这点咱学校应该毋免搁特别来做一个交代，应该大家拢会知影。那当然，因为一个发挥成立，咱嘛知影讲，这是毋是一般顶的因缘？这嘛是真殊胜的因缘。殊胜的因缘，有定是做了得亲，因为这个好的因缘，袂当来参与，这是嘛足可惜啦吼。不过呢，因为今日咱提早一日，提早一天啦吼。联络无到的，动手代着啦吼，嘛较抱歉啦吼。今日咱嘛非常的难得，请到咱好成毋是好成啦，任何名本，甲咱讲前任的孙仔，嘛是无收经理的后生，名本，要来今日担任着咱这个爱上即课的迄个体育班的即个主题，甲咱讲的迄个主讲题，咱嘛知讲名本伊是对大学一个做成绩的，嘛是做优秀的即个讲师啦吼。所以今日这个好的一年，咱就当来好好来聆听着咱即个主讲师为咱准备的即个。这个课题，但是修学到，咱是咱要修学到，咱学校咱大家做一个命令，因为人生必定要了解这个存在的价值。存在价值，请问咱各位，咱若伫咱厝里无路用的物件，无路用的物件，咱会搬出讨到袂？还是把咱内底蹲到已蹲到都无路，蹲到行行都无路行。我相信讲有顶个人，因为伊会把无路用的物件搬出来，因为这叫做无价值啦，敢是安尼？恁内底黄金选少买落，你会搬出到袂？敢袂啦？袂，先啊袂，因为有价值，敢是安尼？有价值。但是咱知影，人生用到了物质来甲比喻，这叫做有价值甲无价值，咱拢知影。比喻有价值甲无价值，咱拢知影。咱知影石头，
甲上少当然嘛是做头无价值，敢是上少较有价值。嘛黄金嘛有价值，咱嘛知白铁较无价值，这种比落拢知影，大家嘛拢知影。但是咱人呢，我是讲咱人啦吼，伫世个要十样，有钱有价值，无钱无价值，有地位有价值，无地位无价值，敢是安尼？所以人世俗是要讲，有钱讲话袂大声，若无钱讲话就无人要听，敢是？甲用钱来解说伊的价值，甲无价值，毋是用钱来讲人生的价值，嘛毋是用地位来讲人生的价值，甲人生无价值。你做皇帝，你做总统，你做行政院长，你进目前中伫咱的国家要做首长，咱会感觉伊有做价值，伊做伟大。但是，这是咱众生的看法。你有地位，你就感觉你今日是一个足价值的人，其实为是啥？咱拢知影，拢有地位的人，你创啊，到尾也向乖啦，伊有地位，哪有机会人贪污？无地位，哪有一机会人贪污？所以我一地官啊，交地位敢是安尼。所以，因为人生伫这个过程内底当中。伊毋是有地位，毋是有金钱，毋是有什么权势，安尼叫做价值，毋是解说啥物件，无安怎叫做价值？因为人生的价值，就是你伫这个世间会当做佛事，伫这个世间会当做菩萨事，这叫做价值。是安怎讲？因为咱知影《佛理金刚经》有一段话，伊讲如是我们。一时不在孝义城，以求急高度完，勿大必求上顶，大必求上，大必求啊大必求啦因为当年咱嘛知影，是咱当时《佛理金刚经》伊头讲叫做大必求，咱嘛知影讲啥物件，咱嘛知影讲众生的众生，必求的必求，必求你的必求你。刚才讲起，必求就是出家第10步剃头做和尚，这个叫做必求。必求你就是剃头做查某的，安尼叫做哪？叫做年五的年啊，叫做必求你。但是加这大落，这就无相像。加这大落就是。咱我毋知要讲袂嘛，以前伫佛教上咧讲起，叫做回向、回小，这叫做回向向大，回小向大。讲伊本来就是必求，但是他这个大落，伊就是咧修菩萨道，伊就咧修大乘法的这个菩萨。刚才讲的就是安尼。毋过呢，咱甲想看觅啊，咱是叫做大，咱叫做大梵的众生。咱华过去常咧讲，凡夫就是一种变化。咱若进咧社会咧比地位，咱比袂啊？咱讲咱比地位嘛，你什么地位拢比？你也要做皇帝啊，你也要做五院院长。你又要做立委啊，你又要做议员啊，你拄仔惊做到上大，做到家庭，凡是家庭你也做无起的，敢是安尼吼？凡是家庭咱要做，凡是家庭太太，即间厝的名太太的名咧，毋是你的名咧，敢是安尼？所以因为咱今日安尼通通比地位人咱拢无，通通比金钱咱嘛有比人较济，敢是通通比学历咱嘛有比人较大。事实是安尼，毋过呢，咱今日爱知影，你今日你是咱祖师，咱民祖师的弟子，你是咱师尊师母的弟子，但你在师尊的弟子当中，你是凡夫人，你做菩萨事，因为咱替师尊师母咧做代志，所以呢，你后边爱加一个叫做大梵，梵就是你一般的众生，
那安尼当中，你毋是一般顶的相信。既然你毋是一般顶的相信，你是咱做数的地数，你是咱实数的地数，你毋是一般顶的相信，安有价值无？这个价值有存在无？这个价值有存在无？其实咱存在这个价值，你毋知你存在这个价值。是安怎讲？因为无人讲互你听，你就毋知影。啊，是安尼存在价值，因为我食菜都食30年啊。我食50年啊，我伫道中嘛行30年啊，行50年。但是我嘛是感觉是，嘛无有一个地位，嘛是一个真平凡，真平凡。我是一个真，啊无你要当无平凡你干嘛？敢是？即话我请问恁各位，请问恁各位，你是一个平凡的人对不对？加一个代，你咧做无三套，你出去到外口。你出去到外口，有人来尊重有无？有人有认同你有无？好，你像咱节日，有人认同无？老节日有人肯定你无？你咪说，出去有人尊重无？免有人尊重无？做对人尊重无？咱咧收刀食菜人做人尊重无？有，是安怎有？因为你是做老做数的工课，人一定尊重。但是，咱今仔日一个问题，如果若无人尊重咱，这毋是你今仔修道唔对，毋是你信做数的道理唔对，因为咱家己来检讨，咱家己出问题，敢是安尼？是安怎避免咧修一关道内底？无论老年人也好，无论青年也好，无论点样错也好，无论领点也好，无论做点也好，无论一般点道亲也好。听到你的一般道亲，听你食菜，大国对你作尊重的，是安怎讲？你家己肯定，因为你毋是一般这个凡夫平凡的人，你是一个修行人，你是一个修行人。那安尼请问，你有价值无？你存在有价值无？其实你存在有价值，唔过咧你价值，你都毋知你的价值，是安尼毋知你的价值。因为你无了解，你修道是一个作思想的物件。咱一世人行过来，我想要讲，好，我想要讲，咱我从27岁、26岁，当然我3岁就去倒啊啦，3岁我就去倒，因为我47年11月5去倒嘛。好，伊爸爸迄阵带去的啊，好，有球没有到啊？有球没有到？你讲有球倒。有球，但是要咧道场啊。囡仔才知影哪岁，正式26岁，26岁来道场开始先考。到今年已经71岁，对不对？那要甲讲起，每年的正月初，就是每年的正月初2，就是71岁满，这已经71岁满，已经71岁满。好，但是正式以道场正数息。离道中行过几年岁，你来算，已经50几年嘛，这50几年。你伫50几年内底当中拢伫道中做何事？拢咧做何事？不为自己欢乐，嘛，咱大家拢为大为众生利好。毋过咧，你做50几年拢伫道中的内底当中做何事？啊，你这个人，你的心性，你的心性中。你的心性中啦，你存在是啥物件？存在的是啥物件？是毋是存在这个价值？啊，无你存在哪里甲讲？我存在足多钱，我存在足多地位，我存在哪？我来讲无。因为你存在这个物件是世间法，你存在这个物件是出世间法。你存在这个物件是你目睭看的后壁要用的物件，甚至后壁迄叫做果，这叫做果。敢是你今现在咧做，这叫做因，你叫做因。敢是你叫做因后壁所叫的果，这个物件是这个用的物件，这叫做果。为什么它叫做比黄金比玄石？因为玄石啊黄金。拢袂当甲你这个物件比，受持托上出入乃至于数字的为他人说的，袂当甲这个比的物件。而世间法无一种含这当比的物件。
那安尼那个回想做倒来，回想做你若真正有入有了解，你会对你的人生会感受讲，我不白如世上，那我不白做时光。因为我毋是甲人五毛咧行，换一个解释，我毋是咧甲人动差，毋是甲人弄这，我是求解决我解脱嘛。所以今日咱就有这么好的语言，嘛每一个咱有一处有一班，而且呢，这个口语班，只要透过这个口语班，互咱的自信中会当更加光明，互咱的地位中会当更加光明。这是咱今日开口语班最重要的意义。因为今日嘛非常难得，咱拄则讲邀请到咱任何咱这个周明文讲师，周明文讲师应该是咱嘛对伊没有什么陌生啦因为伊的学伊的性情的这个发表非常的好啦所以咱今日这个头一半段当中跟把这个时间，咱透过伊的导学，咱好来分享。而这当中呢，最后将我们讲给大家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感谢目前人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大家热烈掌声，感谢你们。现在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周讲师。请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早安。